精彩人生，十八般武艺，伊细汉搁捌伫花园夜市画马。今仔日又有啥物款精彩表演呢？咱来欢迎小杨叫卖哥。大家有听到我的声？有啊，有听好，到，有听到。大家好，我今仔日是政治系小杨啊，嘿大家叫我叫卖哥小杨就好。今仔日呢来到这个线顶高保寮啊，来到这个 Google 线顶高保寮，唔是要来甲恁上课，嘛唔是要来甲恁考试啦，是要来和大家交陪做朋友，顺便帮恁找一个女朋友，好无？好，无啦，今日是要来卖一个好朋友的啦。到底是要卖啥物好朋友呢？咱就继续看落去。好，大家来斟酌看遮。来，今日是要卖啥物好朋友呢？来，这支红玲珑亲笔签名的小雨伞啦。外口你看窗仔外日头赤影影，虽然顾性命啦。这支雨伞在创啥呢？伊毋但会使抗 UV， 伊佫会使春秋，这支雨伞咧，你毋通看伊无哦，伊佫会敢会当像红玲珑唱的共款，帮你找到你适合的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，这我就毋知影。若会使帮你找到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咧，我随叫你三声阿爸啦，暗时甲你绕烧水，甲你洗骹啦，随佫互你带你去蘸酒家啦，佫啉米露互你挤喙焦啦。来，斟酌看好明哦。这支红玲珑亲笔签名的小雨伞，你对台湾头找到台湾买，对家人头找到恒春买，你是专线无地买，干那我遮有啦。这支雨伞敢就爱200，免敢就爱100，免29折、剩8折、开7折、准6折、5折嫌伤贵，4折上歹听，3折歹食糟，2折无够俗。各位人客，10块就好，10块开始画。敢有人要画价无？敢有人要画价无？你三折，这少人咧画啦，你那像18当人共款啊！你看我看签名画到8月半啦，我听到看到有人画2折、3折的兄啊，敢有？有啊，5折啊！我一边洗目睭画目眉啦，头一遍看这雨伞咧几折的啦，恁敢画较悬的好无？我这真正我就要分你啊！敢有人要画较悬的无100，五百，有人花500呢，有人花500，你得爱有钱呢吼，你得爱有钱通摕出来，毋通黑白花哦。来500一声，500两声，600，哦，600，更有人咧花600哦，600一声，600两声，700，有人700呢，好700就包过啊啦。足热。大家好，今仔小杨叫卖哥的工课已经结束啦。今仔等换杨教授来甲恁教讲是安怎爱伫个夜市画卖咧。咱特别开始咱的今仔日的主题：画卖人情，夜市人生。讲到画卖，到底啥物是画卖啊？简单来讲就是人客若画，头家就卖啦。规个单位拢是头家的舞台，遐个人客就是咱叫卖哥伊的观众啦。叫卖哥的目的呢，毋但是要互观众金钱买物件，佮爱互伊买甲欢欢喜喜。要安怎互伊开钱开甲袂后悔？物件佮卖甲欠费咧。咱即马就来继续看落去。第一趴啦，人潮就是钱潮，有人气，生意就交易啦。是这无聊的 Google 线顶高保寮。迄也有像迄万华阿公店遐尔闹热的，这安怎爱安怎来吸引咱的人潮呢？就是爱甲家私传好照就对啊啦。迄姜啊，也是喇叭，也是滴仔机，拢是我趁钱的好家私。第二趴，辛辣兼好胆，人讲假就紧做马啦。这就是讲叫卖哥伊的目色爱好，爱好胆，去看观众有倒一个会使做伊个条仔骹啦，像恁通早拢表演了就好，拢倒像安尼画的，这就是会当叫卖哥甲 Q 啦。
安尼的话吼，就有恁调啊啦。刷落来第三趴含第四趴，就是要教大家安怎开钱开甲笑哈哈。第三趴咧，创意话甲客家话，你看，通拄啊吼，咱叫麦哥哦，伫遐讲甲足练长诶，哦，一句来一句来安尼，这就是吼咱台语神奇诶所在，咱台湾人文化诶宝啦。凊彩讲吼，拢有道具，啊，凊彩道吼，拢有押韵，吼，啊，安尼诶话吼，这就是讲安怎咧，叫麦哥诶人吼。一定要一开喙就是文章啦。虽然观众第一摆听了是好蕊蕊，也毋过吼，这嘛是会使互观众欢喜笑开的，苦苦满天飞。即马小杨叫麦哥，通拄仔讲的话，大家敢有听过？即马就要来教新的啊哦。即下咧，杨教授传几句话要来甲大家教。第一句话是安怎咧？你若拄着迄女性的观众哦，伫遐足夭寿的啦，乌白画家，调感觉介绍画甲足假，这要安怎讲咧？大家看到字幕无？含我做伙量，1、2、3，人生做水水，心肝60几，毋是粪扫鬼哦。若拄着迄，毋是女性嘛，无要紧啊。若有人吼，乌白画家咧画迄10箍，像你通拄迄雨伞咧画20、30的，迄真正足夭寿的，这要安怎咧？我著去甲呛声讲吼，10箍，我祝福你愈食愈大箍，大家念一道。10箍，我祝你愈食愈大箍。好，煞来就交互我就好啊。若有人客较正常的，画迄100、200，这若有100咱要安怎讲咧？这若卖你100吼，我倒伫涂骹随在你拍啦。啊，有人咧画1000的咧，有物件咧画1000的要安怎？哦，这我真正足欢喜的，这就是1000，我拼随在你前，有水无？哇，好水哦！对呀，所来第4趴就是咱物以稀为贵，饥饿行销啦。这用台语话是要安怎讲咧？无就稀罕，要就紧买啦。这就是讲吼，叫麦哥伊伫咧介绍一件产品进前吼，为着要强调伊的特色，就会用。通拄有讲过哦，有迄句话叫做“台湾头找甲台湾尾，家人头找甲恒春尾”。你专性无地买，敢若我遮有啦。若用华语要安怎讲呢？华语就是讲吼，人客啊，走过路过，千万不要错过，买错你会难过哦。过来第5趴，上俗的、袂俗的。咱伫一开始嘛有讲过啊，画卖哪？人客画，头家就卖嘛。伫第1趴和第2趴的时阵嘛有讲过，迄吸引人气是真重要。即马第5趴要来创啥呢？第5趴迄小杨教授就来甲大家讲，叫麦哥是要安怎训练大家画家？简单讲吼，就是爱先大放送啦。安怎大放送呢？叫麦哥伊会传一寡礼物互观众，像迄挂伫手机顶悬的红仔。或者是铁的树果，或者是一寡杯仔套，吼，你若有敢画家，像通拄足侪人画家画20、30的，迄叫麦哥得安怎？甲物件安尼秀互观众，接着礼物的观众就会搁较有兴趣继续画啦。训练观众会晓画家了后咧，叫麦哥就会开始卖一寡较俗的物件，安尼吼，现场的气氛就会安尼热起来啊。等下。遐个观众开始对叫麦哥咧起笑，叫麦哥会使创啥咧？卖贵的，各位观众，叫麦哥这时阵就会开始卖贵的物件。卖贵的物件嘛是有学问的哦，是有啥物学问呢？迄卖贵的物件，你来观察迄在场的族群是啥物啦？迄若家庭主妇较济要安怎？你会使摕订物件压力锅，佮有流涂骹的魔术拖啦，若现场是少年仔较济，即摆上红的红仔，就是公仔啦，还是红仔册，就会使摕互因啦。第7趴，冲要来教人家拼输赢，这到底是啥物意思咧？就是要来互观众利用因买物件足冲动的心理。即摆确实有3个人咧画一个画100，一个画300。一个画500，叫麦哥即时安怎咧？会去使弄迄高正啦，迄画100、画300的人继续画啦。假使讲今仔日有一支雨伞，通拄迄支雨伞，你可能暗算心内这若100箍我就买啊。
叫卖个这时阵会得给甲你使弄古城，互你想尽办法，就是要甲这支工作标落来。哦，这个时阵呢，你得落入叫卖哥伊的圈套啊！吼，嘿，这个时阵呢，无画到物件的观众要安怎呢？你嘛不要紧，叫卖哥通早有讲过，伊会甲物件秀互观众，你有画就有相啦。这就是叫卖哥含人去拼输赢的撇步。好啊啦，即马小杨叫卖哥的撇步，还佫有美甲路，大家学了了啊！即马叫卖哥含小杨教授就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什么款的物件恁会伫夜市啊买咧？假如讲吼，即马有两个物件，手机啊含手机啊卡，你会伫夜市啊货买手机啊卡，还是手机啊咧？请大家回答。手机卡，手机啊卡，哦，大家拢想要伫夜市啊货买手机啊卡。手机啊咧，可能就等到去手机行的时阵才会买。这就是讲吼，这较粗小的物件吼，大家较会伫咧迄夜市啊货买啦。若迄较专业的物件，像手机啊啦，或者是相机，或者是镜头，即类物件就会去实体的店面买啦。佫有第二个问题，想要甲恁请教一下吼。即摆买物件，网络是足方便的呢。就算是迄粗小物件吼，伫网络顶悬嘛是一清二楚，迄介绍嘛是写甲真清楚啊。你伫网络落单3、4工了后，货就会到恁兜啊。甚至是大卖场吼，3不5时就咧大拍卖啦。即个时阵呢，为虾米恁佫会想要去夜市啊货卖咧？哦，因为夜市啊画卖咧，毋单是一款语言的表现，伊嘛是画给拼输赢的艺术，伊嘛是人甲人大暖交朋友的文化啦。迄含你去大卖场钱算了就走啊，迄是完全无共款的代志。细夜市那咧看表演啊，画给画卖那咧交朋友啦，这就是咱台湾人的画卖人情，夜市人生。多谢大家，主持人。哇，真多谢伊精彩演出，安尼咱刷落来就来邀请方老师。